大家好，我係 Molly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我哋大灣區領先跨境金融諮詢服務標杆，就係我哋嘅中環集團。我哋自2012年喺香港成立以嚟咧，我哋一直都係致力於為我哋嘅客戶提供全面嘅支持同埋服務。我哋深深明白到每一個客戶嘅背後都係承載住佢哋嘅夢想同埋希望。中環集團擁有超過13年嘅行業經驗，持有香港全牌照嘅服務，涵蓋放債人、保險代理、證監會資管等香港政府監管嘅6大類嘅牌照，確保我哋嘅服務信譽可靠。已經為超過16000位嘅個人同埋企業客戶提供全方位嘅服務。我哋嘅團隊集合咗行業精英，80% 係具有留學背景嘅導師同埋資深嘅法律稅務專家，堅持客戶至上嘅理念，為你哋度身訂造方案，客戶滿意度高達96%。無論你係律師、會計師定係保險人，中環集團都會全程陪伴你，成為你連接全球資源嘅堅實橋樑。選擇中環集團，讓跨境服務變得更專業、更省心。我哋嘅信譽就係你嘅保障，助你實現美好未來。